大家好，我係子晴。因為有啲朋友都有問呢，經典服呢度嘅物價係點樣？好似我啱啱買咗呢一本強名呢，都差唔多要4000金。如果養4隻象嚟講，收羅都已經差唔多要成4-5千金啦。呢個服呢比較多人，人氣好旺，所以物價都會好高。我呢隻馬呢嘅跑速呢，真係有啲難過，跑得好慢啊！希望大家多啲打赤壁戰場。報箱裏邊有開到高跑嘅絕影，希望大家隨時可以向我報價，完成我呢個小小嘅心願。
各戰時間嚟到最後1分鐘，多謝各方嘅幫忙，感謝感謝。承讓，終於有個家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